你依家放入口個燒賣，嗰啖沙爹牛麵，或者嗰個望落金黃酥脆、熱辣辣嘅菠蘿包，你有冇諗過，佢哋其實唔係喺廚房即叫即做，而係喺半年前，甚至更耐之前，喺一間離香港幾百公里外嘅工廠流水線上誕生嘅？你以為自己食緊嘅係師傅嘅心血同新鮮嘅食材，但殘酷嘅真相係，你吞落肚嘅只係一件經過高科技化學保鮮、冷凍咗成個半年嘅僵屍代工菜。呢個唔係科幻小說嘅情節，而係此時此刻正喺全香港超過60%餐廳入面發生緊嘅恐怖現實。早排喺何文田一間打住每日新鮮出爐、本地手工包做賣點嘅街坊麵包店，爆出咗一單令全港市民嘩然嘅隱秘內幕。呢間鋪頭每日下晝3點零鐘，門口實排晒長龍，嗰種陣陣飄散出嚟嘅牛油香氣，簡直引到條街嘅街坊流晒口水。個個都以為自己買到嘅係師傅喺後鋪通宵搓粉、發酵、烘焙出嚟嘅誠意之作。點知有一日凌晨4點幾，有位早起晨運嘅街坊撞正一輛大貨車喺鋪頭門口落貨，車上搬落嚟嘅唔係一袋袋嘅麵粉，亦唔係新鮮嘅新西蘭牛油，而係一箱箱印住簡體字、寫住冷凍預製烘焙麵團嘅發泡膠箱。最驚人嘅係，有心人行埋去一睇，上面寫住嘅生產日期竟然係半年前，保質期長達足足360日。嗰位街坊當時真係成個人呆咗，原來自己同屋企人朝朝排隊買一個賣成10幾20蚊嘅烘焙麵包，根本唔係咩本地師傅嘅新鮮手藝，而係半年前喺外地工廠大批量生產、急速冷凍，然後好似乾屍咁運嚟香港，最後由店員喺後鋪用個平價焗爐，用高溫還匀10分鐘嘅工業複製品。呢件事一喺網上曝光，即刻好似粒重磅炸彈咁，撕開咗香港餐飲業收埋咁多年最唔想俾人知嘅驚人內幕。當大家都以為呢個只係何文田嗰間麵包店嘅個別欺詐行為嗰陣，行內人出嚟講嘅真話，先至真正令人頭皮發麻。原來呢種操作喺香港根本就係公開嘅秘密，不論係連鎖快餐店、高級茶餐廳，定係酒樓嘅點心，甚至係你收工去幫襯嘅中菜館，全香港已經有超過60%嘅餐廳淪陷喺呢種工廠流水線料理包嘅魔爪之下。大家不妨冷靜落嚟諗一諗，以前我哋去茶餐廳食過乾炒牛河，廚房實會傳出啷啷嘅鑊氣聲，師傅一邊拋鑊一邊落豉油，炒出嚟嘅牛河熱氣騰騰，每條河粉都沾滿醬油。但係依家呢？你行入好多茶餐廳，坐低唔夠3分鐘，個沙爹牛肉麵或者咕嚕肉飯就已經端到你面前。你覺得係因為廚房師傅手腳快？錯啦，係因為廚房入面根本已經冇晒以前嗰種滿身大汗、手握大鑊嘅炒鑊師傅，取而代之嘅只係一個時薪幾十蚊，負責將膠袋撕開，放落微波爐或者熱水入面加熱嘅廚房操作員。你食緊嘅沙爹牛肉，可能係舊年年底喺廣東或者山東某一間大型食品加工廠入面，由機器切片、醃製、煮熟，然後倒進一袋袋防腐塑膠袋，再經過零下18度嘅急速冷凍，喺冷凍庫度足足瞓咗半年嘅預製菜。當香港呢邊有客落單，工人就由冰箱拿一包出嚟，浸入滾水5分鐘，剪開個袋，倒喺煮好嘅即食麵上面。呢個就係你每日食緊，以為好有香港特色嘅茶餐廳風味。點解香港嘅餐飲業會變成咁？點解我哋會由昔日引以為傲嘅美食天堂，變成依家集體吞食工廠流水線垃圾嘅地方？最根本嘅原因就係香港嗰個貴到上天嘅租金，同埋日益嚴重嘅人力開支。喺香港開一間普通嘅茶餐廳，每個月嘅租金頂籠都要10幾20萬，市區好位甚至要幾十萬。以前一間傳統餐廳，廚房起碼要佔用全店1/3，甚至接近一半嘅面積。因為你要有地方擺砧板切菜，要有大爐做拋鑊，要有地方熬湯底，要有大型雪櫃儲存新鮮食材。更重要嘅係，你必須請到一個生熟師傅，一個負責執碼嘅二廚，仲有幫手洗菜切肉嘅雜工。喺今時今日嘅香港，一個有經驗嘅炒鑊師傅，月薪冇3、4萬蚊根本請唔到，而且後生仔根本唔願意入行，嫌廚房又熱又辛苦。
喺租金貴、人工高、請人難呢座三座大山壓頂之下，餐廳老細如果繼續堅持傳統做法，開門營業基本上就等同於賭錢落海。而工業化嘅預製菜同冷凍麵團就成為咗呢班老細嘅救命稻草。你想開一間麵包店？如果用傳統方法，你需要請一個烘焙師傅，每個月俾幾萬蚊人工，仲要預留好大嘅地方放發酵箱、打粉機、大烤箱。但如果改用冷凍麵團呢？你只需要一個幾千蚊嘅小型焗爐，後鋪面積可以縮減到得返幾十尺，剩出嚟嘅空間可以放多幾張台賺錢。你甚至唔需要請烘焙師傅，隨便請個乜都唔識嘅兼職阿姐，教佢將冷凍麵團由冰箱拿出來，擺入焗爐，設定好時間同溫度，冚個掣，10分鐘之後，陣陣香氣四溢，外表金黃嘅新鮮麵包就出爐啦。你想開一間茶餐廳？用咗工業料理包之後，你的廚房可以縮小到好似個洗手間咁大。你唔需要請大廚，唔需要買抽油煙機，唔需要應付消防處嗰啲繁複嘅牌照申請。你只需要幾部微波爐、幾部電磁爐同埋幾個大熱水鍋。所有食材由咖喱雞、滷肉、魚香茄子到蝦餃、燒賣、叉燒包，全部由大廠直接送過嚟。每包成本可能只係幾蚊到10幾蚊港幣，你轉手賣俾客50幾60蚊。咁樣做，餐廳嘅食材成本 （food cost） 同人工成本 （labor cost） 瞬間暴跌。老細賺到錢，商場業主又可以繼續加租，表面上睇落好似係一個完美嘅商業閉環。但係喺呢個資本運作嘅遊戲入面，唯一被犧牲掉嘅就係我哋香港人嘅嘴巴同埋我哋嘅身體健康。我哋嘅嘴巴同身體依家正被呢啲工廠流水線一口一口咁摧毀。首先，我哋嚟講下味覺嘅毀滅。人類嘅舌頭其實非常之靈敏，我哋能夠食得出新鮮食材入面嗰種天然嘅鮮甜，食得出肉質嘅彈性，食得出蔬菜經過大火爆炒之後留喺表面嗰層淡淡嘅焦香，即係廣東人最講究嘅鑊氣。但係當食物被放進工廠，經過大批量烹煮，再冷凍半年之後，佢原本嘅細胞結構已經完全被破壞。一件牛肉冷凍咗半年，解凍之後，入面嘅水分流失殆盡，肉質會變得好似紙皮咁柴咁硬。咁工廠點樣令到呢件肉食落去好似好滑好嫩呢？答案就係靠化學科技。工廠會加入大量嘅嫩肉粉、補水劑，例如聚磷酸鈉、增稠劑，仲有各種各樣你連名都讀唔出嚟嘅食品添加劑。佢哋用強烈嘅化學手段，夾硬改變肉類嘅物理結構，令到舊肉吸滿化學水分，摸落去腍滋滋。然後為咗掩蓋凍肉放得太耐嗰種雪味，甚至係微微變質嘅沙味，工廠會落極重口味嘅調味料。呢個就係點解你依家喺香港求其行入一間茶餐廳，食到嘅黑椒牛柳絲、沙爹牛肉、魚香茄子，全部都係一個味。黑椒味濃到辣條脷，沙爹味鹹到要瘋狂飲水，甜酸肉嘅汁好似藥水咁黏稠。你以為自己食緊唔同嘅餸菜？唔好意思，你其實只係食緊唔同顏色、唔同香味劑調配出嚟嘅化學醬汁。長此以往，我哋嘅下一代，甚至我哋自己，將會徹底失去品嘗新鮮食物嘅能力。當大家習慣咗工廠調配出嚟嘅高鹽、高糖、重味精嘅重口味之後，當你再俾一條新鮮清蒸嘅鮮魚，或者一盤啱啱摘落嚟，只係用清水焯一焯嘅菜心佢食，佢哋反而會覺得淡茂茂，冇味道。我哋嘅味覺正被工業流水線進行全面嘅基因改造同降維打擊。如果話味覺嘅麻木只係一種遺憾，咁身體嘅慢性中毒就係一場迫在眉睫嘅健康災難。大牌子嘅食品工廠成日同你講，我哋嘅冷凍技術好先進，完全符合安全標準，保質期1年都唔會滋生細菌，好安全㗎。冇錯，從微生物學嘅角度嚟講，喺零下18度嘅極低溫環境下，細菌確實停止咗繁殖，食物唔會腐爛。但安全絕對唔等同於健康。大家試諗下，一件食物要存放半年甚至1年，而喺解凍加熱之後，
仲要維持住完美嘅賣相，佢背後要付出乜嘢代價？第一，係超標到令人恐怖嘅鈉含量。預製菜為咗延長保質期、穩定味道，喺生產過程中會加入遠超正常家庭烹飪份量嘅鹽同埋味精。高鈉飲食係引致高血壓、心臟病、中風同慢性腎臟病嘅頭號元兇。點解依家香港患高血壓同要洗腎嘅人越嚟越生疏，年紀越嚟越輕？好多30幾歲嘅後生仔體檢一出嚟，血壓高到嚇死人。你問佢平時食啲乜？佢話自己3餐都係留喺公司附近茶餐廳食個碟頭飯。佢以為自己食得好正常，其實佢每天吞落肚嘅鈉已經超出了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標準嘅幾倍。第二，係各種抗氧化劑、防腐劑同保釋劑嘅長期累積。為咗令到啲冷凍蔬菜放咗半年都仲保持到翠綠，工廠會用化學藥水做飄燙處理。為咗令到啲豬肉擺咁耐都唔會變黑變臭，焦亞硫酸鈉、而抗壞血酸鈉呢啲添加劑根本就係成桶咁倒落去。雖然每一樣添加劑喺法例上都話喺安全劑量之內，但你有冇諗過，你每日早餐食2件預製燒賣，晏晝食個預製咖喱雞飯，夜晚再去食個預製酸菜魚。呢幾十種甚至上百種微量嘅化學物質，一日3餐，一年365日，好似微型炸彈咁不斷喺你嘅肝臟同腎臟堆積。你嘅身體每日都要超負荷運作，去幫你排走呢啲工業毒素。你嘅肝腎遲早會被呢條工廠流水線硬生生拖垮。更何況食物入面最寶貴嘅微量元素、維他命同活性，喺經歷咗工廠大鍋煮熟、急速冷凍、幾個月嘅低溫儲存，再經過香港餐廳2次高溫加熱呢4道折騰之後，基本上已經流失得七七八八。你吃進肚子裏的，只剩下純粹嘅碳水化合物、劣質脂肪同埋被破壞晒結構嘅死肉。你以為自己填飽咗個肚，但實際上你嘅身體正處於一種極度缺乏營養嘅隱性飢餓狀態。最令人覺得可悲同無奈嘅係，作為消費者嘅我哋根本冇知情權。你去超級市場買一包急凍水餃，背後仲會清清楚楚印住成分表，寫明含有乜嘢添加劑、幾多防腐劑、生產日期係邊一日，等你自己決定買唔買。但係當你行入香港嘅餐廳，打開張精美嘅餐牌，上面寫住秘製爆汁雞粒飯、招牌鮮蝦雲吞麵，佢絕對唔會喺隔籬加個注腳，寫住本產品生產日期為半年前，產地為某某工業區，含有13種食品添加劑。餐廳用新鮮現做嘅價錢賣俾你一包半年前包裝好嘅工業垃圾，而你仲要傻更更咁埋單，讚佢夠快、夠有效率。呢種行為本質上就是一種徹頭徹尾嘅消費欺詐。有人可能會反駁，香港人個個都追求快脆，生活節奏咁急，預製菜效率高，出餐快，而且標準化，去到邊間分店食味道都一樣，有乜嘢唔好？呢個係時代嘅進步啊！對唔好意思，我絕對唔認同呢種叫進步。如果人類嘅進步係以犧牲我哋嘅健康、抹殺我哋嘅飲食文化，將我哋每一個人變成機器去餵養工業資本為代價，咁呢個進步不要也罷。香港嘅飲食文化點解以前可以揚名海外？點解外國遊客嚟到香港一定要去大排檔，一定要去茶餐廳？因為我哋以前追求嘅係新鮮，講究嘅係手藝。師傅每日凌晨3點返到酒樓，親手將新鮮嘅豬肉、鮮蝦切碎，一張張皮去包燒賣。嗰種燒賣蒸出嚟，肉汁係鮮甜嘅，蝦肉係爽口彈牙嘅。街邊大排檔嘅師傅，隻大鑊燒到紅透，一落油，一落蔥蒜，火光高高躍起，喺短短幾十秒內用高溫鎖住食材嘅鮮味，呢個叫做功夫，呢個叫做靈魂。依家呢，工廠流水線將所有嘢都標準化，所謂嘅標準化，就是抹殺一切個性。你在旺角食到嘅那碟咕嚕肉，同你在銅鑼灣，甚至在深圳、在廣州食到嘅味道一模一樣，因為它們根本來自同一個大工廠嘅同一個配方。當所有餐廳都唔再需要大廚，當所有廚師都變成咗剪膠袋嘅工具人，
香港幾十年累積落嚟嘅烹飪手藝，嗰種獨特嘅飲食靈魂，就會喺呢代人手上徹底斷層。以後香港唔會再有咩名廚，亦唔會再有令人驚艷嘅隱世小店，留低落嚟嘅只有一間間外表裝修得好精美，內裏卻全部賣緊同一款工業預製菜嘅連鎖巨頭。面對呢個已經被工廠流水線侵蝕咗60%嘅餐飲市場，作為普通市民嘅我哋，難道就只能夠坐以待斃，任由自己嘅嘴巴同身體被摧毀？絕對唔係。雖然我哋冇辦法改變地產霸權，冇辦法夾硬叫業主減租，但係我哋手上面有銀包，我哋有選擇權。我哋每一張銀票，其實都係喺度為我哋想要嘅世界投票。要拯救自己同屋企人嘅身體，我哋必須要學識去分辨，去抵制。首先，你要學識點樣去分辨邊啲係流水線預製菜餐廳。如果你行入一間餐廳，發現佢餐牌上面嘅菜式多到好似本字典咁，由川菜嘅水煮魚、粵菜嘅小炒，到西式嘅意粉、日式嘅咖喱飯應有盡有，但係佢個廚房竟然細到望唔到，入面亦冇傳出任何切菜或者拋鑊嘅聲響，出餐速度仲快過你開個網頁，咁你就要打醒12分精神。呢間鋪頭10成9都係一間純粹嘅料理包加熱站。相反，如果你見到一間小店，佢嘅餐牌簡簡單單，得嗰幾款拿手小菜，你行過佢廚房門口，可以清清楚楚睇到師傅喺入面切緊生肉，洗緊新鮮蔬菜，你坐喺位度，要等足10分鐘、15分鐘，個餸先至熱辣辣，帶住陣陣鑊氣咁端上台。咁請你好好珍惜呢間鋪頭，因為喺今時今日嘅香港，老細仲肯花咁高嘅人工，咁多嘅心思去堅持做新鮮現炒，佢真係用緊自己嘅利潤去守護住香港人最後嘅尊嚴。另外，大家亦要盡量減少食嗰啲過度加工、太過便利嘅嘢食。返到屋企，試下自己買新鮮食材煮。雖然收工之後好攰，雖然去街市買菜煮飯要花多1個鐘頭，但係當你親手將新鮮嘅菜心洗乾淨，將新鮮嘅豬肉落鑊炒熟，你食落口嗰種清甜，嗰種安心，係任何高級工廠、任何昂貴嘅冷凍預製菜都永遠俾唔到你嘅。何文田麵包店嘅事件只係冰山一角，佢撕開嘅唔單止係一間麵包店嘅面具，更加係成個時代盲目追求效率、追求資本最大化之下，餐飲業最醜陋嘅遮羞布。唔好再俾工廠流水線去麻木我哋嘅條理，更加唔好再俾半年前嘅僵屍食物去搞壞我哋嘅身體。我哋係生生猛猛、有血有肉嘅人類，我哋需要嘅係帶住溫度、帶住生命力、真正新鮮嘅食物，而唔係冰冷工廠生產線下面嘅化學產物。由今日開始，食返一啲真正嘅人話食物，揾返那份久違嘅新鮮同健康啦。多謝大家睇到呢度。如果你都覺得呢個餐飲業嘅內幕需要俾更多人知，記得幫手將呢篇稿分享出去，等身邊嘅親戚朋友、公公婆婆，朝早排隊買麵包、去酒樓飲茶嗰陣，都多個心眼，睇清楚、諗清楚自己到底將啲乜嘢放進肚子裏。我哋下一次再深度解密更多你唔知嘅社會真相。拜拜。